跟环境部争取的这个2.5亿的计划呢，其实包含了1.5亿的基本输电线路电网的建制，还有1亿的这个充电设备的建制。这个案子因为遍布全台南37区所以在很多地方是从来也没有充电站进去的位置。那所以对于输电线路的基础工程的建制呢，也要仰赖台电的配合接下来剩下的这个100多处的这个充电站呢，陆陆续续建制完成之后呢，台电送电完成，我们就会来启用。所有的充电的位置都会在我们台南好停的 APP 来发布，还有在市政府交通局的官网也都有。欢迎所有的这个电动车的车主呢，可以来到台南市免除他的里程焦虑。全台南市的37区呢，都有它可以充电的位置。这一次我们在台南37个行政区有布建了将近有90座的快充，它涵盖有180枪的这个充电枪的席次。另外慢充的部分有266座，这也是目前台达在全台湾所布建单一个县市场域里面数量最多的一个区域。快充我们大概在15到25分钟之内，它就可以充饱150公里到250公里这样的一个里程。已经预约好了，我就直接扫我的 APP， 它就可以拿枪充电。那充完电之后，它直接从我的 APP 去做扣款的动作。不论我们的快充或者是慢充，我们都把金流付费的机制跟充电桩做在一起了。也就是说，我在现场，我如果没有下载 APP， 我一样可以直接去操作我的面板，操作我的付费机制的一个面板。那我就可以把枪拿起来之后，在上面直接做操作。那充完电之后，直接在这个桩上面做付费的动作，做信用卡扣款的一个动作。快充站就是对车主来讲很方便，因为充到你需要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就非常短。像这里市政府嘛，你停着没电的时候，停着的时候去上个厕所再回来，大概休息个10几分钟，那电量其实就已经够大概100多公里，可以让你继续去下一站。然后而且电小二的那个 APP 啊，它不只会显示自家的那个充电站，它还会搜寻附近其他家的充电站。对电车的车主来说，我觉得很方便。快充的部分对车主来讲就不会有里程焦虑了。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进步，大家掌声鼓励喝彩。我们第一批建制的超高压350 k 瓦快充电桩，那这个350 k 瓦大概多快呢？平均300公里的续航力的话，大概只要10分钟就可以充饱了。比起慢充，有时候20 k 瓦或是更小，可能要充8个小时才会充满。这真的是省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时间。尤其电动车之所以有些人还在会有里程焦虑，就是说它的充电桩并没有那么普及。那有碰到充电桩一充起来，也要间隔很久才能够充到一个可行驶的里程。因此呢，这个高压跟超高压的充电桩是未来的这个电动车发展的趋势。因此呢，我们也积极在布建高压跟超高压的充电桩。那今天就是为各位展示我们跟台达电合作那所设置的这个超压充电桩，未来也会逐步把高压充电桩普及到许多景点，或会让市民朋友们跟外来的观光客会有里程焦虑的地方。那凡是这个车辆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都要以这个高压跟超高压的充电桩为准，避免说车辆久占这个车位哈。那我们要增加车辆的流通性，那就是要让民众不会耽搁民众的时间，也耽搁停车位的时间。所以我们未来的高压跟超压是为了台南市政府布置充电桩的方向。安南区出身的议员区兆成上午市政总质询，首先伊伫杂志的市政满意度，肯定市长市政的表现，接续嘛为地方的建设来争取经费。议员龚生奇的表示，如果市长答应经费，那安尼满意度会更加较好。其中针对洲南里活动中心的土地变更的进度，以及大安里活动中心，议员希望市长的任内会用的起好。对此，市长嘛回应。如果会用的，会当用第2笔金来规划，任内动工无问题。你是毋是当先有哪个先哪设计啊哪个啊
土地若会当的是。有啦，这部分迄个细部的计划啦吼，包括迄个建筑师咧要安怎画安怎，这部分是到有哪会含议员你这边再搁做一个研究了吼。啊，我这区公所当然这件代志，我市长我真支持啦。啊，所以这部分我来进行到较无问题，真顺利。啊，大安里活动中心呢？迄个大安里活动中心吼，实际上伊正是理想和大安是一个社区，啊，所以两个里共同使用去挂社区使用，所以即摆因为超无聊，重话好啊，有咱非常感谢咱地震局这边遮吼，已经个交地啊，8月交地出来啦吼，啊，这部分我叫区公所赶紧落去规划，看设置地点。地点嘛已经有啊，啊，即摆就是讲吼，伊的设计经费已经送起来几6个月啊，啊，毋知伫对啊。准啊会使，我甲议员报告吼，准啊会使，吼，我就用200金来用伊的规划费啦，啊，紧规划话，通动工啊。有好啊，系啊，看会当你落认真前起好袂啦。以后困难，动工是无问题。除了关心活动中心的进度，另外伫治安甲交通方面，议员嘛争取希望伫安南病院的周边，包括中和甲河这路口来增设监视器，因为附近的交通流量大，交通的治安问题嘛多。对此，市府警察局甲民政局嘛回应会来配合，而且嘛会甲病院来协调，毋定单一路口来设监视器，同时嘛希望院方会用增加院区的停车场，甲各落顶。台湾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针对远见杂志县市长施政满意度的调查，台市伫6都当中，满意度成长的幅度上大，达到64.7%，得到年度最佳的进步首长奖。议员陈家凤伫市政总咨询对伊表示肯定。另外，议员嘛欢喜看到中央提出分育财的政策，认为是毋是会用对社会主体来提拨部分。对此，市长嘛回应，虽然社会主体甲分育财有部分的理念是同款，但是毋是会摆脱，阁需要来考量。咱少子化这样严重啊，像我们有社会住宅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个方案，就是解决像我们可以一并解决少子化的问题，然后提倡我们年轻人可以有安稳的窝，然后他们才愿意生养、愿意结婚。这个部分在安心宅的部分，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婚育宅，我们是不是可以鼓励我们年轻人结婚生子，然后给他们一些相对的鼓励啦哈。像我们卓院长他就有提出这样的政策，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个部分，你有没有去了解到这个政策？我们在我们台南有没有机会来执行？婚育宅是说他收入也许正常。但是他因为结婚之后，可能家庭负担比较重，要生养小孩，所以说他也需要政府帮忙。那你刚刚讲，内政部有推出这个婚育宅的部分哦，是说你还是去租，那我补贴你租金，补贴租金补助的部分啊。现在不是有那个租金补贴？对，有租金补贴还要再增加。青年也有啦，但是就是说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在市长的任内，其实也催生了蛮多的社宅啊哈，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你也可以把我们社宅里面增加了这个婚育宅的政策，然后希望申请资格可以放宽来补贴加码，或者是增加补助的项目呢，让优先入住的相关的优惠，甚至可以鼓励年轻人生小孩啦吼。为了鼓励少年人结婚生囝，议员除了响应中央提出婚育宅的政策，另外伫地方的治水甲交通方面，议员对着八翁滞洪池甲抽水站的设施嘛表示肯定。同时嘛建议市府未来伫地方市的建设，嘛爱增加休闲甲生态教育的功能。至于交通单向2线道的机车，到底是毋是爱带转？虽然市府强调无强制，但议员表示，是有未少民众被开单。对此，交通局嘛回应，如果地方有需要改变，会用来回看取消强制2线的带转区。台湾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开心对着镜头挥手打招呼，接着开始弹奏古筝。
张阳任的爸爸每天都会帮儿子录影，传给南营民族乐团团长杨正安，从来没有一天缺席。岂料这次的录影竟是最后一次。时间回到5月20日，一对夫妻在玉井老街散步，却遭到一台轿车爆冲撞上。张阳任爸爸伤重不治，妈妈则仍在医院接受治疗，留下27岁的大男孩。阳任只有6岁的智商，但他眼睛讲的是无烦无恼。原本幸福的家庭被撞得支离破碎。南营民族乐团团长杨正安在与亲属恳谈之后，决定站出来帮助他们。阿嬷就跟舅舅商量好之后，他们就说好。我想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这个乐团从我成立以来，我们就是一个公益演艺团队，所有的收入都要上报，所有的收入都是要就是做公益啊。所以我问过了，就是这一块我们比较没有问题。那在丧葬的部分，公所还是会继续协助他的丧葬事宜。那在妈妈现在是住在医院，那现在意识是清楚，但是他还是要有一些手术上的治疗。当地的玉井区公所表示，因受害者户籍还在台中，目前先协助寻求社会资源帮忙，未来有需要也会协助转介台中公部门协助。面对外界涌入的善款，家属低调表示，还是要等住院的妈妈恢复之后才可以处理，也再次对外界表达感谢。谢谢你们的关心，祝大家都平安。毕竟这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是最没有资格放弃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带他走出来不然的话他就会很孤单。还不是很能理解生死问题的大男孩，这段时间还是每天努力的练习古筝。过去父母承诺永不放弃孩子的这段影片，如今看到更令人鼻酸。记者收怀谈的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陈廷辉伫台湾府新丰庙头前举行记者会，宣布启动顾台湾好民主飞飞铁马队，头一波任务将伫5月30到6月初1展开。预计骑铁马行遍台南37个行政区，响应大罢免、大成功、罢免哪位的民主活动。铁马一步一脚印，然后能够把这个苦行的精神带出来。我们希望找回人民的感动。所以这一次，虽然我们台南没有罢免，可是我们一样要南气北补。陈廷辉表示，台南向来是民主运动的重要基地，嘛是总统赖清德的政治故乡。这回飞飞铁马队行动，唔但象征民主之气，更结合宫庙文化，伫各区庙宇替台湾记号，组成一把民主道道。我们在中选会正式宣布第3阶段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到各区去应援，从台中、包括桃园、台北，每一个需要我们应援的地方，我们都会前进到这个战场当中。陈廷辉希望借由实际行动，展现台南人好民主、挺台湾的力量，呼吁全民爱踊跃参与罢免行动，让罢免哪位声浪遍地开花。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2025晚间12个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出炉，台南市长黄伟哲得到年度最佳进步首长奖，伫6都当中的满意度成长的幅度上大，达到64.7%，比去年提升3.2个百分点。伫此，黄伟哲市长除了感谢市民的肯定以外，嘛表示会继续将市政做好更加好。其实市政团队其实也都没有松懈，那很感谢选民的肯定但是我们觉得用平常心态对待，因为努力没有尽头，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只有让市政做得更好，那民众才会过得更好。所以我们会持续的努力，也谢谢市民的肯定哦。这届黄伟哲市长的满意度会当提升的主要原因有3大关键。第一，伊建设实践区域均衡，推动北台南产业聚落，包括近期推动满岛工业区、甲7股科工区以及柳营科学园区第3期，嘛成功得到中央支持。第二，用招商带动经济转型，让文化高度蜕变为科技新城。未来台湾第一座 AI 产业园区将徛卡伫台南高铁特定区，大型百货公司嘛接续扩大投资。第三，包括民众高度关切的治水、托育、交通等议题，黄市长拢推出具体有效的政策改善，拢是这届民调满意度提升的重要因素。台联新闻综合报道。得奖的是2025年传艺金曲剧展将呈现4出镀金好戏，打头阵的真快乐掌中剧团王爷饭曾荣获第33届传艺金曲奖最佳年度作品奖，同时入围多个奖项。作品描述布袋戏艺人的生活历程。毛段计划文武天香则是第34届传艺金曲奖最佳年度作品奖的得奖作品，探讨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情感。琼剧场与江之翠剧场的感谢公主，则是荣获第35届传艺金曲奖评审团奖肯定，更是台新艺术奖开办以来第一个夺下年度大奖的传统戏曲作品。最后，台北海鸥剧场的国姓之鬼荣获第35届传艺金曲奖最佳导演奖，以及第22届台新艺术奖表演艺术奖双项大奖，获得评审高度肯定。其实阮这出王爷饭真趣味。其实从阮阿嬷伊少年开始咧做布袋，谈戏班去无共款的乡村、无共款的所在去做戏，会拄着无共款的人。阮细汉的时阵，阮阿嬷常甲阮讲啦，讲西晋王爷就是阮咧奉祀的西晋王爷，讲王爷饭真黏，会甲阮规家伙黏做伙。所以阮就知影讲阮做戏的人会无共款的所在拄着无共款的人。有当时足趣味的，有当时拄着讲演戏。头家无去的，嘛捌拄着讲风台天，风台迄边拢要去互扯去啊！毋过楼主讲袂使煞，阮嘛爱搁继续做。就是甲即种足侪酸甜苦辣写的故事呢，拢放喺王爷饭内底。用一对兄妹即对兄妹叫做兄妹福寿记。用即个戏出，把甲咱台湾的民间的一寡宫庙啦、请主啦，做戏人的一寡。好耍的、悲哀的，拢甲放在内底。这个戏出安尼，阮过去安尼拢实在的代志，得安尼甲做起来，感觉做到，互人互这个社会知影，做戏人拄着甜的，嘛拄着苦，拄着涩的，这做的剧情拢实在的。阮认为讲歌戏虽然是咱一定用古装来演，讲迄种较古的。拷贝，毋过，我认为讲歌戏虽然是传统的物件，应该是有法度来讲现代人的心情甲感情。所以，这个设定其实是为着后壁我们要伫这个故事的后面讲的是一种现代人关心的议题，比如讲民主自由，比如讲多元性别，比如讲甲即马可能你伫歌戏内底看到的感情无啥共款。比如讲，歌戏内底的苦淡，你一定无法度主动甲你介意的人告白，你一定爱等小生来找你。毋过咱即出苦淡无共款，歌戏内底敢会当有2个小生谈恋爱，可能嘛足少看到的，或者是三角关系，敢会当有一种无共款的，不一定是2个查甫抢一个查某的，可能是无共款的流动。所以这是阮要伫文武天乡处理甲表达的议题安尼。传艺中心主任陈月仪表示，剧展提供曾获得金曲奖的经典作品一个重现的机会，期待观众透过反复观看与互动反馈，让这些作品成为经典，也期望发现更多优秀的戏曲作品，培养新一代观众的欣赏能力。这么好的很多戏，尤其在传艺金曲奖里面
入围的也好，得奖的也好，都有很多很棒的戏。我们多希望这些戏曲能够被看到、被再演、再重现，经过不断的淬炼，成为经典。所以我们跟同仁讨论的结果就是，我们愿意加码来办传艺呢金曲展。我们先挑4部，先示范4部之后我们会继续努力。然后这4部我们希望重现当时的精华，重现当时的精彩，然后让那些来不及看的，或是看了意犹未尽又想再看的观众进剧场再支持。然后这些戏经过呢时间的淬炼，再改再调再更棒，然后成为永恒的经典。而传艺呢中心要所做的就是把这些成为经典的种子一颗一颗找出来，让它在剧场萌芽，让它在剧场成型，让它在历史的洪流里面成为最棒的经典。所以传艺金曲的金展不仅是传艺金曲奖的暖身，更是传艺中心对经典戏曲深厚的寄望。所以这一次说老实话，这一次有四出戏哈，从王爷饭开始啊，然后呢到文武天香，到感谢公主，到国姓之鬼，4出里面我看了3出，3出当时看完我都觉得赞到不得了。好，我只有1出叫文武天香没有看，这次我就是来不及看的人哈，这次我非看不可。所以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们跟我一样，当时来不及看，因为时间形成的关系，现在没有关系，我们重塑经典，大家来看，然后呢不断的回馈意见，我相信在座的所有艺术家绝对呢会把经典更精彩。传艺金曲剧展不仅回顾经典，更是传统戏曲与当代文化的桥梁。4部杰出作品自6月27号到8月10号于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好评登场，喜爱传统戏曲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能错过。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新北市南山中学师生热烈响应台湾世界展望会第36届饥饿30系列活动，学校特别举办在南还有你陪伴饥饿12体验营，结合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理念，让全校师生深刻体会全球脆弱国家与国内急难家庭所面临的困境与需求。活动开幕式由南山同学介绍活动主题，聚焦于饥饿、缺水与健康3大议题，并在校长与家长会的带领下，南山的同学们以实际行动响应饥饿体验活动。南山中学校长蔡明成表示，世界上很多孩子在缺水饥饿的环境中成长，尽管台湾相对稳定，但仍期盼学生们能从活动中不仅体会饥饿，更要学会珍惜与付出。我想现在全世界因为战乱的因素，或者是天候的因素，其实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人，他是在缺水、没有食物的环境之下来生活。那在我们台湾的孩子呢，其实他们可能都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学校每年都会办理饥饿12的活动。那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孩子体验12个小时不吃固体的食物，让他们感受一下饥饿的感觉。那重点呢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珍惜所有的水资源，那也能够爱惜食物，因为他们有时候丢弃的食物，可能在其他国家地区，说不定可以救活很多的人。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珍惜水资源，能够爱惜食物。那这样的话，一方面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也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照顾。那这是我们办这个活动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南山家长会长王祥林则指出，南山家长会鼓励每位学生以实际行动投入公益，将延续传统，学生每跑1圈即捐出10元，捐赠金额将全数捐助台湾世界展望会的人道救援行动。首先家长会呢也非常的高兴能够参与学校这次举办的活动。那我们这次的活动里面呢，家长会呢有提供每位孩子，你只要跑1圈，家长会就捐助10元，你跑越多圈，我们就捐助越多。那这笔金额呢，我们将会借由世界展望会来将我们的善款能够妥善的利用，能够发挥我们所有同学们的爱到世界各地。台
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世界展望会长期关注世界上脆弱需要帮助的孩童，感谢南山中学全体师生这次用行动支持饥饿30系列活动。台湾世界展望会长期关注这个世界上最脆弱的孩子，包括了是战争，包括了是大家知道的地震，甚至是野火等等的天然自然灾害的现象，造成的孩子营养不良的状况。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路跑活动呢，虽然台湾的孩子不一定能够那么的感同身受脆弱世界孩子的状况，但透过这样子的路跑活动，可以让大家有感同身受的状态。南山中学表示，今年是南山中学第14年响应饥饿体验活动，以在南还有你陪伴为主题，呼应饥饿30的关怀精神。活动自上午7点30分开始，由国3直升班全体同学与高1、高2自由报名的同学共同体验12小时不进食固体食物。期间透过讲座与饥饿看板，加深对全球议题的认识外，中午也举行路跑奇迹的活动，连结 SDG 永续理念。今年全校共跑出6605圈，募集新台币66050元，将全数捐助台湾世界展望会的人道救援行动，让全校师生们不只感同身受地球另一端的迫切需求外，更以实际的行动去支持公益活动，期盼将这份关爱扩散至世界每一个角落。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国立台湾图书馆上周在文创品展示区举办台图文创台湾绘本创生双品牌文创新品发表会，向外界介绍与台湾知名绘本作家合作开发绘本生活用品，希望让阅读兴趣融入大众日常生活中。国台图馆长曹翠英表示，馆内多年来致力将丰富数位典藏资源转化为兼具文化深度与实用价值的创意商品，并透过文创产业合作，开发系列具台湾文化特色生活小物，将阅读的趣味延伸至大众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一次的文创大概有几个用意。第一个是开架我们的特色馆藏，把台湾学的元素抓出来，包括山海、平、城、园。所以我们曾经透过112年的时候展览是山，下半年是海，加上去年台湾人物，所以就是城跟园，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重要的元素。第二个，我们要营造温馨家的感觉，所以把绘本作家的所有的融入，包括你看到的这些我们公园里头的迷宫，包括我们的这些便当袋，包括我们的围裙，就有了营造家的感觉，餐桌上的气息。那我们是想带动的是透过我们的馆藏，透过我们对家庭的营造，让大家鼓励阅读，也让大家愿意出来走走，来图书馆逛逛，顺便看看我们的公园。所以真正目的是希望让大众都能阅读。活动现场除了展示这次与台湾年轻设计师合作的创意文创商品外，今年适逢文创展示橱窗全新改装，馆方也特别推出2款融合馆藏文化元素的新品：台湾地理小碟子、山海园城及台图窗花茶礼盒，以台湾经典建筑、地理风貌与100年历史符码为设计灵感，展现文化底蕴与现代美感，为读者带来别具意义的生活美学体验。国台图馆长曹翠英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能上官网或到1楼服务台询问，期盼大家愿意走进图书馆，一起支持这些台湾优质的原创商品。民众如果有兴趣对我们的文创品有兴趣购买的话，一方面我们1楼的阅览室的柜台可以处理，二方面我们网络上也有，所以各种的款式都在网络上可以购买。国立台湾图书馆表示，借由这次文创新品发表，希望让民众深刻感受到阅读及生活日日享美好理念，并将书香气息与台湾文创融入大众生活中，让知识与想象力在生活中流转涌现。相关文创新品即日起在国台图、台图文创实体及线上通路展售，欢迎大家一起来品赏与收藏，支援台湾原创，期盼能为生活增添更多的温度与美感。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